好來，繼續來到嘉義的東石鄉，昨日進行着報花的整修工程。因為使怪手的司機一時失覺察，把這個高壓電的電纜線搞長，結果有一半的磚仔頭509戶總失電。第一時間，台電是派員來處理，大約1點鐘後，電就來了。轉去啊啦，全總停電，一條電就全跳。台電的工程車停佇路邊，要進行搶修，因為進前邊這個機具無設置高長高壓電線。台電的來啊，搶修當中，壓力山大。鄉親講代志大條，因為規總有幾啊百戶攏失電。這麼多眼睛，整村的希望都看着他。我覺得他們壓力應該蠻大的。真看很無代志，就是看伊表演安尼。有真個鄉親騎車來看，到底是發生什麼代志？順續了解修理的進度，因為失電，冰箱內底物件驚講會歹去。做冷凍零售業，然後所以當天如果一停電的話，大電源都把它關起來，然後等電流來一陣子比較穩定之後，我們再打開。伊影響真大啦，因為是拄啊好點外鐘啦，攏大家攏有開發電機啦。事後經過了解，嘉義東石鄉正在進行報花的整修工程，這個使怪手的司機可能是無設置，才去搞到電線，造成這擺停電的意外。要求依相關規定辦理申請加裝防護線管。那後續我們也會依規定向廠商進行求償作業。第一時間，台電有派人去搶修，前後總共有509戶着整個停電的狀況。第站的要7點的時，前後差不多1點鐘左右，都已經攏送電啊。Hello， 我是主播王玉竹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隨時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